你有冇試過明明請晒風水大師睇過風水，擺齊晒吸財大陣，但屋企人依然日日嘈交，啲仔女甚至寧願出街流年都唔肯返屋企。好多人以為係流年不利，或者係出面嘅桃花劫，但真相係摧毀你家宅運勢同仔女前途嘅，往往唔係外在嘅煞氣，而係屋企入面一把最熟悉嘅聲音。你有冇試過明明每次周末返嚟同屋企人食飯之前，都係心入面同自己講要好好脾氣，要忍耐，但一飲空坐低唔夠半個鐘，甚至只係聽到廚房傳出嚟嘅幾句細碎日，你就已經頂唔順，即刻揾藉口走人。好多人話呢啲叫代溝，或者係兩代人性格唔合，但真相係當一間屋嘅氣場被冇，從聲音長期撕裂同震盪，任何人行入去都會本能地產生一種窒息感，繼而想盡快逃走。真正令下一代越行越遠嘅，唔係出面嘅世界太精彩，而係屋企裏面有一重打散兩代人緣分氣場嘅聲音。好多傳統父母以為日日喺耳邊苦口婆心提點，事無大小都管住晒，就係盡責，就係維繫緊我噶。佢哋深信講多幾次佢就會聽，以為老套就等於關愛。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教，喺玄學嘅世界入面，嗰度嘅關着同冇休止嘅老套，唔單止唔係愛，反而係一重極具破壞力嘅煞氣。當一個人每日喺屋企不斷重複散播焦慮同挑剔，佢哋以為自己喺度為仔女鋪路，其實客觀上係親手將屋企個聚氣位鑿穿咗一個大窿，令到本來應該凝聚嘅福氣全部流走。風水古籍藏經有云：氣成風則散，界水則止。呢句說話用現代廣東話講，就係話大自然之間最珍貴嘅吉氣，一遇到急風就會被打散，唯有遇到平靜嘅水流先至會停留聚集。原來套用落家宅入面，毫無休止嘅嘮叨、埋怨同說教，就喺嗰陣打散屋企吉字嘅急風，出到連仔女嘅本命旺氣同對呢個家嘅歸屬，等到一滴不能咁流失晒。就以近年發展得好快嘅將軍澳新市鎮為例，嗰度有好多中產屋苑，本身嘅地理格局係背山面海，食正地運，理應係聚財聚福、安居樂業嘅風水寶地。有對姓陳嘅中產夫婦，早年辛辛苦苦供斷咗層千尺海景單位，原本諗住一家四口可以幸福咁生活。陳生陳太對仔女期望極高，由細到大，由讀書小科到出嚟做嘢拍拖，屋企每日都充斥住佢哋嘅教導同指引。每日食飯餐台就變成咗諗判大會。你睇下你間房亂到點，風水都破潰晒啦，咁樣點會有發達？你份工做咗幾年都冇得升，有冇錢夠？點解唔睇？我講係考政府工，我同你阿打辛苦功勞都係為咗你哋，你哋點解唔生性地？生日放假淨係識得出街，佢哋覺得呢啲說話係關心，係為仔女着想，但客觀嚟睇，呢種連綿不斷嘅高壓聲音，令到間屋嘅氣場長期處於一種震盪同緊繃嘅狀態。陳家嗰個千尺大單位，明明採光一流，個海景望出係不知幾開揚，但一入夜山間屋嘅氣氛就壓抑到令人透唔到氣。仔女喺房入面，連出大廳斟杯水都要深呼吸，三太一出房門又惹來半個鐘嘅疲勞光謝。結果呢，大仔一大學畢業，寧願同朋友去深水埗隔租百幾尺嘅唐樓劏房，日日下5層樓梯兼且對住條嘈吵嘅馬路，都死肯唔肯搬翻將軍澳住。細女更加係揾藉口長住海外工作，一年都唔翻嚟一次。陳生陳太座係背山面海嘅風水大宅入面，晚晚望住個海景嘆氣，唔明點解自己甚細人付出咗咁多，最後揾嚟一間空洞洞嘅屋。佢哋一直周圍去揾風水師傅，換嚟咪屋企擺錯陣，係咪流年犯太歲，但從來冇意識到係佢哋自己把口將屋企個聚氣位吹到散晒。就好似你間屋入面明明開大咗冷氣想涼爽啲，但你又偏偏將鎖有門窗都打開晒，任由出面嘅熱風同噪音狂吹入嚟。冷氣點樣開到最大，間屋都永遠唔會涼。家庭嘅緣分都係一樣，長輩嘅初心再好，如果表達嘅方式係日日好似刮颱風咁嘅嘮叨同指責，屋企累積落嚟嗰啲禍氣同晦氣，就會係不知不覺間被強風吹得一乾二淨。用風水邏輯去拆解呢個過程非常清晰，由環境同時令因素引發氣場影響，最終形成命運呈現。到一間屋嘅聲音頻流長而處於負面同挑剔嘅狀態，就會形成一股強大嘅排斥氣場，令到原本屬於呢個家嘅人脈同運勢
都會因為承受唔住壓力而不自覺地向外流走，留唔住仔女嘅心，擺幾多風水陣都留唔住屋企嘅福氣。因為一間屋最大嘅破財位，往往就係父母嗰張停唔到嘅嘴。好多長輩睇到呢度，可能會覺得好迷屈，我都係出於關心啫，難道睇住佢哋行錯路咩？都唔講，但係好。但如果我話你知，有第一句說話係90%香港父母每日都對住下一代講緊，而且正係犯咗玄學上最深嘅風水大忌嘢。你有冇試過？由細到大，屋企人最中意將你同身邊嘅表哥表姐、鄰居個仔，甚至係電視上面嘅陌生人去做比較。你睇下人哋個仔結啦，幾多前一個月？你睇下你自己呢句說話，好多人聽咗幾十年，聽到連反駁嘅心力都冇埋，淨係覺得心灰意冷。好多人話呢種比較只係老人家嘅一重激將法，但真相係每次長輩講出呢句說話，其實就係喺度親手斬斷緊自己晚年嘅福德根基，甚至係將自己親生骨肉嘅本命旺氣一點一滴咁送走，真正削弱仔女本命旺氣，搞到長輩晚景淒涼嘅，唔係命運不公，而係日日過喺口唇邊嘅比較同貶低。好多人以為父母望子成龍，用人哋個仔嚟做例子係踩低自己仔女，只係想激發佢哋嘅上進心，覺得受得住氣先會成功，出到社會先唔會被人蝦。但風水師從來唔會咁教。喺玄學角度嚟睇，聲音唔單止係物理上嘅震動，更加係帶有強烈能量嘅氣場傳遞。呢種日日踩低自己人、抬高外人嘅做法，係風水上叫做犯咗極重嘅口實。長輩以為激將法，其實係一重持續嘅負面催眠同詛咒，直接破壞緊仔女嘅本命神氣同家宅嘅聚財運。風水命理古籍已經係此生有云：焉含君子之樞機，樞機之法，榮辱之主也。呢句話用廣東話嚟講，就係話一個人講嘅說話同做嘅行為，就好似一間大屋嘅大門樞紐咁，大門一打開，就決定咗引人入嚟嘅係榮耀嘅吉氣，定係恥辱嘅衰氣。原來套用落家庭關係度，父母每一次出口傷人嘅比較，都係主動打開咗屋企人發衰氣嘅大門，將最強烈嘅負能量恐怖寶能咁灌輸落仔女嘅命格之中。時光倒流翻去80年代嘅香港，嗰陣時嘅旺角百業興旺，滿街都係以紅光管，處處充滿生機。喺砵蘭街附近嘅一棟教堂樓入面，住咗一家姓李嘅人。李老伯當年喺果欄做批發，辛辛苦苦養大兩個仔。舊唐樓嘅特色係樓底極高，原本喺風水上係非常有利於聚氣同養氣嘅格局。只要家宅和睦，呢種屋最容易孕育出白手興家嘅實業家。大仔阿強性格踏實，雖然讀書唔算叻，但生仔肯捱肯做，中學畢業就去咗車房做學徒。細仔阿傑就醒目啲，讀到預科出嚟做咗行街推銷員。喺當時經濟起飛嘅香港，只要肯做，行行出狀元，實有出頭天。但係李老伯有個致命嘅習慣，就係極度中意比較，而且說話極度刻薄。每逢初一十五，親戚上嚟食飯，李老伯咁冷係要將兩個仔請嚟請去。你睇下表哥阿輝，人哋做銀行，着西裝打狼呔，面未商量幾多搭筍。你睇下你阿強，醒手油污，一世都係做死一世車房仔。仲有你那傑，行家行到鞋底都穿，人哋隔支屋個名仔，自己開茶餐廳做老闆啦。你哋兩個真係冇出息土衰人。李老伯覺得呢啲說話係鞭策，想佢哋知恥更附庸。但你風水玄學嘅世界入面，呢棟舊唐樓雖然本身間隔方正，坐向四平八穩，但每日都留低嘅空間入面，都回蕩住呢種充滿怨氣同比較嘅口實。原本清澈嘅氣場組就變得渾濁不幸，甚至形成咗一重壓抑嘅聲勢。每當你老伯踩低自己個仔抬高外人嘅時候，其實就係喺度將屋企本來已經聚到滿氣，無形中個互俾咗人哋。大仔阿強由細聽到大，原本想開一間屬於自己車房嘅雄心壯志，慢慢被日復日嘅貶低磨滅。既然你覺得我一世都係無出息嘅車房計，我就做死一世爛泥俾你睇。佢變得自暴自棄，沉迷賭博，爭落一身街數。細仔阿傑為咗急於向父親證明自己唔俾人哋出，考去高槓桿炒期指，結果遇到87股災，傾家蕩產，仲差啲惹上官非。去到晚年，你老伯老婆過身，佢一個人孤零零住喺嗰層越來越殘舊嘅唐樓度。兩個仔幾個月都唔返嚟探佢一次，
就算農曆新年返嚟，都只係放低封利是，坐唔夠10分鐘就走，大家冇句好說話。個屋企靜到好似冰窟突。李老伯日日望住個神台嘆氣，逢人就生自己命苦，生咗2個弊家仔。佢唔明白點解人哋嘅仔女個個買樓買車，孝順父母，自己辛勞一生，最後晚景竟然咁凄涼。其實佢2個仔本來都有踏實上進嘅味格，運勢本來係向上的，係李老伯自己幾十年嚟嘅口實，將佢哋嘅本命和氣日日削弱，打散咗仔女嘅自信，最終斬斷咗2代人嘅緣分同自己晚年嘅福德。就好似你公司嘅老細，如果日日對住你話，你睇下對面公司個盞做嘢機快，你睇下你做極都咁廢，公司請你真係嘥米飯。你聽得多係會突然變得好似長咁啦，充滿幹勁，定係會覺得心灰意冷，連原本識做嘅嘢都唔想做，甚至想即刻辭職。公司如死，屋企更深。屋企本來係一個人回復元氣嘅避風港，當最新嘅人每日用與人去拆毀呢個避風港嘅戰場，外面嘅風雨自然會將驅直進，摧毀個人嘅運勢。用風水邏輯去拆解呢個過程非常清晰，長期貶低嘅語言環境會削弱個人自信與心機氣場，最終導致運勢低迷同環境孤獨嘅命運情結。當一個人長期處於被否定同比較嘅氣場中，佢嘅精氣神就會萎縮，神不守舍，只因做嘢容易出錯，財運事業自然受阻。而施加呢種煞氣嘅父母，亦會因為長年累月破壞咗家宅和氣，遭受風水上嘅反噬，最終導致福德流失，晚景孤獨。唔係你命唔好生咗個衰仔，係你每日講出口嘅比較，親手將仔女嘅貴氣送走，玩嚟滿屋嘅怨氣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而家心入面有一啲觸動，或者你會相反自己曾經受過呢種言語嘅傷害，又或者經自己無意中都第一代講過呢啲說話，依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一個感謝，每一個感謝都係你決定改變自己說話氣場嘅一個見證，亦係一份宣告。從今日起，斬斷口煞，將和氣留返喺自己屋企。好多人睇到呢度會話好，我明白啦，我以後唔再比較，我淨係當佢好，全心全意為佢付出，呢都幫佢安排妥當，咁就一定家宅和睦啦。但係呢度有一個咁隱秘嘅真相，係比口煞更恐怖嘅另一重說話。好多父母每日都講緊，仲以為呢啲係偉大嘅愛。你有冇試過，當你想追求自己嘅夢想，或者想做一個同長輩期望唔同嘅決定嗰陣，耳邊總係會響起一句：我做咁多都係為咗你，你咁樣等得住我咩？呢種沉重嘅內疚感，瞬間將你壓到唞唔到氣。好多父母覺得不斷強調自己嘅犧牲可以換嚟仔女嘅孝順同聽話，但真相嚟當位變成咗一筆說唔清嘅感情，就係生個家庭嘅氣場就會陷入一重恐怖嘅黑洞。真正拓闊家族運勢、投資家族福報嘅，唔係外在嘅煞氣，而係用內疚感綁架後一代嘅恩情煞。好多人以為長輩無私奉獻，犧牲自己一切去成就仔女，係世界上最偉大嘅事，甚至覺得咁樣一定可以感動上帝，換嚟家族興旺、子孫滿堂。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嘅。喺玄學嘅深層邏輯入面，嗰度強調犧牲而產生嘅怨氣同內疚感，會形成一重極端失衡嘅能量場。當一個人不斷付出，但又不斷以言語去索取情緒價值嘅時候，佢其實係喺度布下一個最毒嘅風水陣，將2代人綁死喺一個互相消耗嘅困局入面。風水古籍地理五缺有云：龍躍沙水，強五者俱吉，方為大地若有一失，全盤皆空。呢個話用廣東話嚟講，就係話無論係山脈嘅走勢、結業嘅位置、周圍環境嘅門位、水流嘅聚散，定係坐北向南呢一方位，呢5個元素一定要互相配合，生生不息，先至算係一塊真正會發福發貴嘅風水寶地。只要其中一樣出咗錯，產生咗衝突，機能嘅風水都會被徹底破壞。原來套用落家庭傳承度，就算你間屋間隔幾好，父母留得幾多資源，如果2代人之間嘅情感交流充滿勒索同壓迫，呢個家嘅氣場就一定會敗配。我哋將目光放遠啲，睇下幾百年前嘅清朝，陳國藩家族，相信好多人都聽過。歷史上記載，陳家嘅祖墳風水極佳，被譽為金雞鬥白米嘅絕世好穴。你由陳家後代出咗無數高官同才子。陳國藩本人更加係極度着重家教，佢寫低嘅陳文正公家書流傳百世。
教導子弟要勤力節儉修身齊日。表面睇有絕頂嘅祖訓風水，再加上嚴謹嘅家訓，陳家應該世世代代都毫無破綻。但如果我哋從玄學嘅另一面去推演，假如呢種家訓變成咗一重令人窒息嘅恩情同壓力，再好嘅風水都會頂唔順。試想像下，如果陳國藩當年對住啲細路日日講，我喺朝廷入裏萬機，日日伴君如伴虎，做咁多嘢受咁多委屈，都係為咗保住我哋陳家嘅招牌，為咗你哋可以有好日子過。你哋如果唔背熟啲書，唔考取功名，你哋對得住我咩？對得住列祖列宗咩？喺呢種極度高壓、充滿道德綁架嘅氣場之下，只得你讀書做人就唔再係為咗自己嘅理想，而係為咗還債。一班日日背負住尋罪惡咁同內疚感嘅年輕人，佢哋嘅生命力係會萎縮嘅。仔女日諗內心就越一入，成就越高，就越覺得自己只係一個還債嘅工具。喺呢種氣場下，家族就算表面風光，內裏嘅親情早就千瘡百孔，甚至會引發後代為咗逃避壓力而做出分半破敗嘅行為。好彩陳國藩本人修養極高，家書中多為理性規勸，極少有情緒勒索，陳家先可以長盛不衰，避過咗因情殺嘅破倍。但幾百年之後嘅今日，喺無數嘅現代香港家庭入面，呢種恐怖嘅因情殺台日日上演緊。好多父母冇陳國藩嘅修養，好有自比陳國藩更強烈嘅控制欲。佢哋將自己人生嘅失意、放棄咗嘅事業，甚至係忍受住一段唔開心嘅婚姻，全部包裝成犧牲，然後將蛋底俾係一代。我為咗你冇去留我為咗你先唔同你阿爸黐婚，我日做嘢做買層樓俾你做首期，做咁多都係為咗你呢啲說話，就係最近嘅風水破背符。當長輩幫仔女俾咗首期買樓，然後日日攞住呢條鑰匙，自出自入仔女嘅心具，仲要係親戚面前強調自己幾偉大。仔女間新屋嘅風水其實已經被破杯蕩盡，因為入面住嘅人每日都承受住還唔清嘅恩情債，屋企又點會聚到財聚到福？就好似你公司有啲同事，明明係佢自己主動攬晒啲嘢上身做，做到晚麻好睇仔，然後日日喺辦公室度唉聲嘆氣，同所有人講佢為咗公司犧牲咗幾多私人時間。你對住呢啲同事會覺得感激，定係覺得極度大壓力，甚至想同佢保持距離，連食晏都唔想同佢坐埋一齊？屋企入面嘅犧牲感就係咁樣。當父母將自己打造成一個悲劇英雄，仔女就只能夠被逼做一個忘恩負義嘅衰人。用風水玄學邏輯去拆解呢個現象一啲都唔神奇。犧牲咁嘢，內疚咁交織嘅環境，會形成互相虧欠、無法流動嘅死衰氣場，最後引發家宅運勢停滯及親情疏黐嘅命運情形。當一家屋入面充滿住我為你付出咗幾多嘅情緒，屋企嘅氣場就會變成一潭死水，家氣冇法運轉，因為所有嘅能量都被用嚟去處理嗰重沉重嘅內疚同壓抑。喺呢種環境下長大嘅人，財運同事業都會受到牽連，因為佢哋潛意識入面覺得自己唔配得到輕鬆快樂嘅成功，佢哋覺得一切嘅得著都係借山嚟嘅，佢哋嘅能量早就喺應付家庭債務中消耗殆盡。唔係你命唔好，仔女唔識感恩，係利用為大包裝嘅情緒勒索，親手將屋企變成咗一個唞唔到氣嘅間房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發現自己嘅屋企一直被呢種沉重嘅氣氛籠罩住，或者你正正就係處於呢種內疚感嘅漩渦之中，而你想打破呢個僵局，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化煞納福。你唔單止係一個願望，更多係一份向天地發出嘅氣場宣言。到你打低呢4個字，你就係喺宣告自己決心化解兩代人之間互相拖延嘅恩怨氣場，將包袱放低，重新迎接真正和諧輕鬆嘅福氣。化解內疚感係令家宅氣場重新流動嘅第一步。但如果我話你知，真正嘅問題根本唔係出喺呢度，仲有一句說話係好多長輩喺火遮嗌嘅時候會衝口而出，而呢句說話係會直接敗胚仔女一世財運嘅。你有冇試過，當你想創業、轉行或者人生面對重要關口想放手一搏嘅時候，最親嘅屋企人不但冇俾一句鼓勵，反而一盆冷水狠狠地潑埋你。你夠呢啲實蝕本，你咁樣遲早乞食，你實失敗。如果發夢啦，好多人話呢啲只係老人嘅把控實，或者係因為睇擔心你先會講翻話，但真相係當至親嘅人對你講咗呢啲絕對否定嘅說話，
佢哋其實唔係喺度提醒你，而係親手為你落緊一個最惡毒嘅降頭。真正風水係一代出路同財運嘅，往往唔係經濟大環境，而係至親之人每日過喺口邊嘅嘴責。好多人以為老人家講啲衰嘢出嚟係為咗講飯話擋災，或者覺得鬧醒你總好過你出去俾人打定輸數，等跌得冇咁痛。甚至有啲父母覺得自己經歷得多，一早睇穿咗個仔一定會失敗，講出嚟只係陳述事實。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教，喺玄學嘅世界入面，聲音係帶有能量嘅頻率，而父母同仔女之間有住最深嘅血緣同因果牽連。父母嘅一句說話，條威力係普通人講嘅100倍。當父母日日將失敗黑色掛喺後邊，呢啲說話就唔再係普通嘅擔憂，而係一道道打入仔女命格嘅破財符。達至命理估值3命通，會有雲年柱為根，為父母主一生之根基，月柱為苗，日柱為花，時柱為果。呢句話用廣東話嚟講，就係話喺命理八字入面，代表父母嘅年柱就等於一棵樹嘅樹根，係決定一個人一生運勢嘅最根本基礎。有強壯嘅根，先會生出健康嘅苗同開花結果。原來套用落現實生活度，父母作為仔女生命嘅根同田，佢哋口中講出嚟嘅每一句說話，都帶住改寫仔女命運根基嘅強大力量。天若降災，地必受之。我哋嚟睇下一個發生喺現代新界村屋嘅真實場景。喺元朗金田有一對姓鍾嘅父子，父親華叔早幾年使咗成200萬，將阿爺樓落嚟嗰間村屋做屋大翻新。華叔仲特登請咗個出名嘅風水師傅嚟睇過，大門改咗個座去，做到玄空飛星入面嘅網丁旺財局。前面明堂開闊，後面又有靠山，你一係一家可以領之成發地，家道中型嘅紅屋。華叔個仔阿明大學畢業做咗幾年嘢，儲咗筆錢，決定辭職自己搞網上生意，仲租咗個工廈單位做倉庫，專門入口外國特色精品。阿明本來躊躇滿志，但華叔係一個思想極度傳統嘅人，佢覺得除咗考政府工或者做醫生律師，其他一切生意都係偏門唔穩陣。由阿明開始籌備生意嘅第一日，華叔就開啟咗佢嘅詛咒模式。每日食晚飯就係阿明最痛苦嘅時刻，華叔會隔住嚿餸，爛尾都唔望過這一眼，冷冷咁刨出一句：你入嗰啲咩鬼嘢垃圾？邊有人為呢啲貨實砸死一世啊？阿明試過解釋自己嘅商業計劃，華叔即刻翻國：你以為自己好叻嘛？你間爛鬼鋪頭3個月內實執笠，你咁樣搞落去以後一定乞食，到時冇翻嚟求我。喺風水玄學嘅層面嚟睇，華叔間村屋雖然理氣同格局都佈置得天衣無縫，但係華叔本人嘅口氣卻成為咗村屋最大嘅煞氣來源。作為一家之主，作為阿明嘅根基，華叔每日喺飯台上稿出嚟嘅詛咒就好似一道道黑氣，直接打入阿明嘅本命財位。結果點樣？阿明嘅生意一開始其實有啲起色，但每當生意有少少阻滯，阿明腦海入面就會自動浮現出華叔嗰個月實執啦。佢嘅氣場開始變得虛弱，自我為熱。慢慢地，供應商突然翻口，物流冇定端出錯，大客臨時縮晒，最終阿明嘅生意真係捱唔過大半年，連本帶利食晒，爭落周身債。華叔見到個仔失敗，不但冇安慰，反而好得意咁講咗句：我早就話咗你唔得啦，你睇下俾我批中晒啦。華叔一直以為自己眼光獨到，睇重世事，但佢一世都唔會明白，其實阿明嘅命格本來有機會成功，而間村屋嘅風水亦本來有助推之力，係華叔自己嘅詛咒向天地宇宙落咗一個我要我個仔失敗嘅強烈指令。家宅嘅地主神力，周圍嘅氣場，收到一家之主咁強烈嘅負面指令，自然會順應佢嘅意願，撤走對阿明嘅護蔭。就好似你喺屋企種咗一盆好靚嘅桔，你幫佢換咗最靚嘅泥，打起陽光最充足嘅窗台，但係你日日行歪去對住盆桔淋滾水，仲要一邊諗一邊鬧，你失死，你一定結唔出果實。就算盆桔本來生命力極強，最後都一定會枯萎。公司管理都係一樣，一個日日同下屬講你哋班垃圾永遠跑唔到數嘅老細，最後一定會帶出一班跑唔到數嘅團隊。言語嘅力量從來都係上人點，用風水玄學邏輯去拆解呢個現象嘅底層機制，係自身嘅權威地位與血緣依連。
會令負面語言轉化為宇宙破壞之力，最後導致截斷仔女本命財運與生計嘅命運呈現。當父母帶住強烈嘅情緒去否定仔女，呢種聲音頻率會直接擊穿仔女嘅雄與氣場。仔女潛意識吸收咗呢種破壞之力，做決定時就會不自覺地步向失敗。呢個就係玄學上最難化解嘅至親講頭，唔係你命唔好做咩都失敗，係你至親嘅詛咒，親手將你嘅運氣同財神擋都喺門外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唔使答我，答自己就好。你人生中最深刻嘅一次挫敗，或者你依家正面對緊嘅事業樽頸，背後係咪都伴隨住屋企人一句我早就話咗你唔得啦？你係咪一直背負住呢句詛咒去行你嘅人生路？如果你都有過呢種痛到入心嘅經歷，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我會睇每一個留言，將你心底嗰委屈講出嚟。其實就係打破呢個降頭嘅第一步。當你意識到呢句詛咒只係對方嘅恐懼，而唔係你嘅命運，你又已經奪回咗自己氣場嘅控制權。好多人以為只要父母唔開口鬧人，唔直接詛咒，屋企就一定和和氣氣。但除咗呢種直接出好傷人嘅詛咒，仲有一重無聲嘅氣場，每日都喺香港嘅屋邨同私樓入面慢慢襲降全家人嘅運勢。呢種氣場，父母甚至連半句衰嘢都冇講過，但破壞力卻有過一齊。好多父母以為只要唔開口鬧人，唔直接講衰嘢，屋企就一定和和氣氣。但你又知唔知有一重極度陰魂嘅破壞力，連半句木言都冇，佢可以將全家嘅流年運勢拖入萬劫不復嘅深淵。好多人話呢種叫該安思疑，或者係老人家經歷得多，先會時時刻刻提點仔女要小心。但真相係，當一間屋長期被冇從對生存嘅擔憂同恐懼籠罩，呢種無形嘅情緒，其實係喺度無聲無息咁扼殺緊全家人嘅生機同運氣。真正摧毀家宅運勢，令一家人做咩都頭頭碰着黑嘅，唔係外來嘅風水煞氣，而係將半無休止咁傳遞俾下一代嘅焦慮氣場。好多人以為同仔女講，你唔聽我講就會點咁騰，出面個世界好危險，要聽我教係一重負責任嘅保護。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教。喺玄學角度睇，恐懼同焦慮係一重極度收縮、極度陰沉嘅能量。當長輩將自己對未知嘅恐懼包裝成愛同提點，日日灌輸俾仔女，其實就係喺屋企布下一個靈魂飾演傳遞嘅困煞。間屋嘅氣場會變得越嚟越狹窄，最終連一絲吉氣都透唔入嚟。相術古籍埋以神相有允，有心無相，相續心生；有相無心，相隨心滅。呢句話用廣東話嚟講，就係話一個人嘅面相同氣象係會跟住你內心嘅念頭去改變嘅。就算你本來生成一副好相，如果內心日日充滿焦慮，好運都會隨之而消滅。原來套用落家宅度，如果一家之主嘅內心長期充滿驚恐同焦慮，就算家屋本身風水幾好，個氣場都會慢慢變成驚弓之鳥，接納唔到任何外面流轉入嚟嘅財氣同貴氣。我哋將時間睇翻喺80年代未拆卸嘅九龍城寨，對於老一輩嘅香港人嚟講，城寨係一個傳奇，但喺風水學上，佢係一個極端嘅困煞格局。流碟流閃電連住閃鏡，恐龍中靈唔見近，佢得機場嘅飛鏢係頭頂瘋狂掠過，噪音震耳欲聾。地下水管漏水滴滴答答，喺呢度生存本身就需要極強嘅防禦機制同危機感。當年喺城寨入面住咗一家姓何嘅人，何生何太喺城寨入面開間細細嘅山寨去，車衣剪線頭，養大一個獨生女牙欣。因為城寨環境稟瀾複雜，加上何生何太早年偷渡落嚟，香港經歷過無數波折，佢哋對外面嘅世界充滿住極端嘅不信任同恐懼。每日阿欣放學翻屋企，聽到最多嘅說話就係阿女，你千祈唔好行出去啊！出面啲人全部都會呃你，你唔好信啲同學啊，個個都想揾你笨，你唔好搞咁多嘢，安安分出嚟喺屋企幫實。你唔聽我講出去，實被人蝦到趴喺度。何生何太覺得呢啲係保護，係生存之道，但係風水玄學上，九龍城寨本身已經有一個唔見過嘅空間，而何生何太每日把口講出嚟嘅恐懼，就等同係阿欣嘅內心再起咗一座密不透風嘅高牆。佢哋將自己嘅生存創傷完完全全咁複製咗落喺一代嘅氣場入面。去到80年代尾，政府宣布清拆九龍城寨，
並且提供賠償同安置去新界嘅公共屋邨。對於好多城寨居民嚟講，呢個係一個打破風水困局、改變家族命運嘅黃金契機。搬去沙田或者屯門，明堂開闊，有山有水，原本係一個極佳嘅轉運時機。但係可生可泰嘅焦慮異常喺呢個時候爆發到頂點。搬去新界咁遠，一定冇得食啦。政府啲人信唔過，實有陰謀。佢哋日日喺屋企長遮短塔，強烈反對任何改變，甚至逼當時已經讀完中學嘅阿欣推咗一份喺荃灣沙巷做文員嘅好工，原因係搭車太遠。你唔聽我講出去，一定會出事。結果點樣？雖然最後無可奈何都要搬出城寨，但係因信個人嘅命格同氣場，早就被父母嘅焦慮徹底封死。去到90年代，香港經濟最輝煌，處處係黃金嘅年代。係因身邊嘅朋友個個專行做金融炒樓創業，就算做普通打工仔都有無數升職機會。但每次機會行埋嚟，係因腦海入面就會響起父母嗰句你唔聽我講就會死啦。老闆想提拔佢做主管，佢經常擔責任而拒絕。遇到個條件唔錯但打算去外國發展嘅男仔，佢驚未知嘅風險而斬斷情絲。阿欣上世人就係喺極度恐懼出錯嘅狀態下度過，錯失咗人生所有向上流動嘅機會。何家雖然搬出咗實體嘅九龍城寨，但佢哋一家人永遠都被困喺心中嗰個充滿焦慮嘅城寨入面。就好似你學車考牌，如果再喺隔黐個教車師傅，每逢去到路口，每次見到對面有車，就喺度狂叫小心啊，走啦撞啦，你唔好扭睇危險嘅。你聽得多，個人一定會緊張到飆冷汗，明明平時識得點揸，最後都會因為太驚而真係炒車，甚至以後連掂堂提陪都唔敢。屋企嘅長輩如果日日扮演呢個恐嚇營教車師傅，仔女嘅人生路又點會行得順？用風水玄學邏輯去拆解呢個焦慮拖垮流年運勢嘅機制，係長期焦慮同恐嚇嘅語言環境，會引導出驚嚇收縮，無法接納吉氣嘅陰性氣場，最終引致錯失良機，流年運勢停滯嘅命運呈現。當一間屋充滿住擔憂同驚慌，玄學上稱之為氣不聚神不落。吉星同財神係中意明朗、放縱、充滿生機嘅名統，而焦慮啲氣場係一種闖與性嘅死水，會將所有外面嘅貴人同好運全部擋走。你越驚失去，反而會失去得越多。呢個就係宇宙能量運作嘅鐵律，唔係你命水差錯失良機，係你屋企個從日日驚死嘅氣場，連財神行過都俾你嚇走。好多父母睇到呢度，可能會飆出一身冷汗，會想自己大半生為咗頭家勞心努力，卻因為唔識得控制把口，將牢饕比較、內疚感同埋恐懼，變成咗斬斷家人緣分同加州福報嘅利刃。但係更係睇清楚你啲言語風水嘅破配力，只係第一步。知道點樣修好，點樣修補呢個千瘡百孔嘅氣象，先係真正嘅保命符。去到呢度，我哋睇過將軍澳中產家庭打散聚氣位嘅老土，旺角唐樓削弱本命和氣嘅比較，清朝陳國范家訓翻向推演嘅恩情術，錦田村屋風死仔女財運嘅詛咒，以及九龍城齋頭破流年運勢嘅焦慮氣場，就好似五把無形嘅利刃，每日都係香港無數嘅家庭入面，一刀一刀咁斬斷跟兩代人之間最珍貴嘅緣分。好多人行盡全香港各大廟宇求神拜佛，甚至是幾十萬請大師擺陣，但只要翻到屋企一開口，所有嘅吉氣就瞬間灰飛煙滅。真正旺家宅嘅風水，從來唔係幾多個水晶洞或者擺幾多紙皮釉，而係父母同長輩識得管好自己把口，讓喺屋企配一份和氣。好多人以為風水就係講求方位利器、山水形勢，只要間屋坐向靚就可以坐定定等發達。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㗎，喺最頂級嘅玄學智慧入面，人先至係一間屋最大嘅風水。人嘅起心動念一言一行，就係牽動整個空間氣場嘅核心樞紐。如果一家之主日日喺屋企噴火，放毒間屋嘅氣場就會變成一個極度惡劣嘅殺局。就算係皇宮級嘅風水寶地，最終都會變成一處絕地。通用哲理古籍已經有云：和氣自長，歸氣自來。呢句話用廣東話嚟講，就係話只要天地人間保持和諧平靜嘅氣場，自然就會招來吉祥同福氣相發。如果充滿暴戾、偏激同衝突嘅氣場，就一定會招惹災禍同衰運。原來套用落家宅布局度，無論外在啲環境、方位同流年時令點樣變化，
只有屋企入面嘅人能夠保持心平氣和。呢張和氣仔最強大嘅化煞防護罩，能夠將所有外來嘅兇險轉化為平安。我哋重新審視一次玄學上底層思維模型。喺家庭關係入面，父母嘅羽翼就係仔女成長嘅環境。如果你每日俾仔女嘅環境係充滿比較、內疚、詛咒同恐懼呢種極端嘅陽亢之氣，就會燒乾屋企嘅財水。水為財，水亦代表日和同包容。當一間屋無咗包容嘅水分，剩低嘅就只有互相消耗嘅猛火。好多父母會問：咁點算啦？難道我睇住佢行錯路都唔出神？難道我咩都唔理就係好風水？其實玄學講求嘅唔係極端嘅不管，而係留白。係中國傳統水墨畫入面最靚嘅意境，往往唔係畫到滿晒，而係留低大片嘅空白，俾人有想象同呼吸嘅空間。家庭關係亦都一樣，真正嘅終極風水佈局叫做收口。當你忍唔住想將人哋個仔同自己個仔比較嘅時候，當你想衝口而出話你唔聽我講一定乞食嘅時候，試下停一停。喺風水學術，呢個停一停嘅動作就係藏經入面所講嘅界水則止。你用理智截停咗嗰股即將破杯加砸嘅惡風，你可以行出露台，往下個天，或者飲一杯水。水係可以聚氣嘅，到你吞下一口水，其實就係將一份本來會傷人嘅煞氣轉化為自己內心嘅平靜，俾仔女一個安靜嘅空間，俾佢哋自己去撞板去經歷，去承擔後果。呢種唔干嘢喺玄學上係一重極大嘅陰性包容力啦。一陰一陽之緯度，外面嘅世界已經充滿競爭同壓力，屋企就必須要提供安靜同接納。當日間屋能夠做到陰陽平衡，仔女係出面受咗傷，自然會想翻嚟呢個避風港療傷。當佢哋充夠電，自然有力量去創造自己嘅財富同事業。呢個先至係生生不息嘅家族轉承。如果以前講錯咗好多嘢，搞到而家個人係好僵，點算唔使經嘢搶係流動嘅，命運係可以改變嘅。由今日開始，少一句埋怨，多一份沉默；少一句貶低，多一個信任嘅眼神。慢慢你就會發現屋企嘅空氣冇咁局促，食飯嘅時候冇咁多爭執，仔女放假都願意留喺大廳做多陣。當屋企嘅笑聲多過鬧息，財神同貴人自然會靜悄悄咁行入你嘅大門。風水從來都唔係向外求嘅法術，而係向內修嘅智慧。管得住自己把口，你就守得住全家嘅福報。夜深人靜，望出和香港嘅萬家燈火依舊閃爍，每一個發光嘅窗口背後，都係一個渴望目的嘅風水嘅最終極答案，唔喺羅盤上面，而喺你嘅嘴鬆邊。留一分白，養一心和氣，命運自然會俾出最好嘅答案。